樓上單位爆鹹水喉8小時，竟然冇人處理，法團推卸責任，業主慘受高達6位數嘅損失，不斷流水落屋企樓下，仲搞到觸電，差啲有嚴重意外發生。大家好啊，點解會有呢條片嘅存在呢？因為我個 friend 咧，佢自己住嗰個單位，樓上嘅業主咧就爆鹹水喉，然之後浸到落去呢個單位，仲搞到佢觸電。我哋又睇下佢講下成件事發生嘅過程啦。係好啊，唔該晒地盤仔啊！就話説啦，今個月2號啦，中午12點左右啦，當時就唔喺屋企嘅，咁突然間收到管理處個 WhatsApp 就同我講啊，樓上4樓個單位爆水管，啲水咧就已經開始流緊落你下面個單位啦。一時咧，我已經問喺個 WhatsApp 度問個管理員，咁究竟係咪鹹水啊？因為以我所知，如果係鹹水嘅話咧，侵蝕我個天花板嘅結構嘅。係啦，咁當時管理員就話唔肯定，而佢就推測係淡水嚟嘅。去到差唔多2點左右啦，我就其實期間翻咗嚟屋企一次嘅，問個管理員而家搞成點啊？個管理員就話佢有嘗試打俾樓上個業主嘅，但就因為樓上業主好多時都唔喺香港，就揾唔到佢啦。佢都有 keep 住繼續打嘅。我嗰刻我就同管理員講話，嗰啲水其實我見已經流到出嚟出邊樓梯嘅咯喎，其實由4樓樓梯一路流到落去1樓樓梯不斷流喎啲水。咁我話如果流咗個升降機都幾大鑊嘅喎，你快啲諗辦法解決啦。講完之後呢，我就再離開咗屋企啦，就出咗去做嘢啦。再翻嚟嘅時候呢，就已經係夜晚嘅8點鐘啦。翻到嚟屋企入邊咧，就見我個地下已經係濕晒㗎啦，已經係全部水嚟㗎。而我廳嗰2盞燈咧係開唔着嘅，係跳晒掣嘅。當刻就即刻走上樓上4樓睇下發生咩事啦。樓上4樓咧，佢道門係開住咗嘅，而個租客咧亦都翻咗嚟屋企嘅。租客就企咗喺佢單位入邊個廁所啦，而啲水仍然繼續喺佢個廁所度噴緊出嚟嘅。換言之，即係話由中午12點至到夜晚8點，係不斷流咗8個鐘嘅啲鹹水。我就問佢你而家搞成點啊？跟住大個租客就話我都唔知啊，我都聯絡唔到個業主啊，個業主就係叫我揾管理員啊。但係因為咧，我哋呢個大廈咧係冇呢個管理公司嘅，係由法團直接去請一個保安員翻嚟。而嗰保安員每日只係由朝早8點至到翻工翻到下午5點。當日咧，佢下午5點收工嘅時候咧，佢就走咗啦。而當時佢收工嘅時候咧，啲水仍然係繼續流緊嘅。我當刻就即刻幫樓上嗰個租客熄咗嗰個水掣去啦，停咗啦啲水。我翻到我自己個單位嘅時候咧，啲燈啊仍然係着唔到嘅咯。我就即刻聯絡管理員啦。雖然個管理員收咗工，但我都有繼續 WhatsApp 佢。咁佢就俾咗樓上嗰個業主嗰個聯絡電話我啦。而佢亦喺內地趕緊翻嚟香港，係差唔多可能當晚9點左右啦。咁佢就揾咗佢個相熟師傅嚟我間屋度睇下我間屋嘅情況。嚟嘅時候咧，就幫我開翻晒間屋啲大掣啦，燈係開得翻嘅。但係當我一掂個燈仔嘅時候咧，我當刻係觸電嘅，係啦，我俾電到嘅，因為其實樓上啲水係經我屋企個燈仔係流緊落嚟嘅，係啦。但係當時個師傅就同我講話其實呢啲好小問題嘅啫，好容易搞嘅啫。咁我當刻就冇理啦。其實你個天花板俾鹹水浸咗8個鐘，唔係一件細嘅問題嚟嘅，影響到佢個天花板嘅結構啦，會令到啲鋼筋生鏽啦，甚至可以喺半年至3年之內會造成天花板剝落咯，所以絕對唔係嗰位師傅講嘅一個小問題。第2日啦，咁業主咧有個群組嘅，喺個業主立案法團群組度就問法團點解尋日啲鹹水流咗8個鐘，你哋都冇揾人去閂咗個水掣之類嘅，有得啲水一路流，甚至乎連個管理員收咗工都冇繼續去跟進件事。但係咧，當刻佢哋俾我嘅回覆咧就係話單位內部漏水咧係業主負責嘅，同法團無關嘅。但係我就有一個疑問咯，當刻就係因為當時啲水已經流咗出公眾地方㗎啦，已經唔係淨係單位入邊嘅問題。咁如果啲鹹水流咗入呢個升降機，咁係會影響呢個大廈安全嘅。組入邊提出呢個問題，但係咧佢哋個做法咧就係話
其實我哋法團都係義務嚟㗎咋，我哋冇人工收㗎咋，我哋可以隨時唔做嘅。我哋唔做嘅話咧，你哋請管理公司到時個管理費就好貴。咁就已經唔係第一次聽到佢哋咁講㗎啦。可能我之前有其他嘢同佢哋投訴，佢哋都係用翻同一番説話同我講咯。跟住最終佢直情將所有業主喺個群組裏邊禁咗言，唔俾我哋出聲，係啦，所以我最後先決定要揾地盤仔幫我講呢件事出嚟。好多謝 Jason 嘅分享啦。咁其實成件事咧，可以講法團嗰邊係不負責任嘅，因為呢件事係可大可小，無論喺財產上啦，定係安全嘅問題，佢影響好大。而最嚴重嘅係呢件事，佢竟然可以足足發生咗8個鐘，喺知情嘅情況下發生咗8個鐘。如果話唔知咧，咁我覺得都仲話有得拗撬下啦。頭先你提及到係有觸電呢個情況，冇錯。咁其實家用電咧已經係足夠去電死一個人㗎啦，所以呢個情況係好嚴重。更何況你提到財物嘅損失啦，例如佢浸爛你嘅石屎啊結構，其實佢係影響咗你個樓宇嘅生命，因為你係業主嚟㗎嘛，佢係直接損害緊你嘅財產。到佢嗰個水如果係留咗喺 lift 啦，其實要整一架 lift 咧過百萬係基本啊，真係基本。所以你話法團佢其實完全係將個波就踢嚟踢去嘅。關唔關佢事咧？一定係關佢事，因為佢有好多方法可以處理。無論係一開始知道嗰陣時諗辦法去爆門去閂咗個水掣啦，定係佢有個總水掣佢可以暫時去閂咗嘅。頭先聽你咁樣講，佢其實佢做嘅手段就係佢完全咩都冇做過，甚至等收工，係咁樣嘅情況。佢唯一有做嘅就係喺第二日，等我係投訴完之後咧，咁佢撳咗我哋言之後啦，咁佢就影咗幾幅圖出嚟，就話哦，其實我哋屋企裏邊個鹹水開關掣咧就喺呢個位，淡水開關掣就喺呢個位，即係俾所有業主知道啲位置喺邊咯。你係有每個月都有俾管理費？我係準時有俾嘅。雖然法律嘅嘢我哋唔熟啦，但係你有俾錢佢，其實係有義務保障你㗎嘛。即係你都揾咗律師去諮詢下成個情況。冇錯嘅，係啦。咁其實佢又唔係錯晒嘅，因為其實單位裏邊嘅嘢咧，如果要賠償咧，就應該係業主賠償咯。但係以我嘅理解，因為當時嘅水已經流到出單位出邊，已經波及到其他樓層嘅公共地方。咁我覺得佢哋係有義務同責任去阻止啲水繼續流落。當然，如果嗰個水咧，佢咁樣浸法咧，咁你話最尾係真係個租客佢翻咗嚟先開門，咁唔通由得佢開足幾日幾夜？係啊，同埋加上好似我頭先咁講咯，其實我哋夜晚係冇保安員㗎，得日間。即係呢件事本身就係完全係唔合理嘅，因為如果大家睇翻啲片段啊，其實已經係變咗水冇間，即係你想象下開住個水一直開開足8個鐘頭，仲要係鹹水嚟嘅。冇錯，係鹹水嚟嘅。粗略估計咧，你咁樣俾佢影響咧，可能超過6位數啊。係啦，同埋都可以俾大家睇下當時我個電掣嘅損毀嘅情況啦。當時就係俾呢個電掣電到我嘅，係啦，因為你見佢其實都已經俾鹹水浸到生晒鏽，可以形容係無妄之災咯。無論係佢哋辦事嘅速度，其實係零咯，因為佢哋冇做過任何嘢啊嘛。冇錯，係等個人自己刪啫嘛。佢唯一做過就係佢個保安員就嘗試不斷聯絡個業主咯，但係個業主就聯絡不上，咁聯絡唔到嘅情況下，佢個保安員都收咗工，冇再繼續理呢件事。係真係咁冇保障咧，因為大家其實如果想像下你自己係業主，樓上爆水喉，即時處理唔到。佢係真係冇辦法啊，定係真係由得佢要開到去水浸啦，浸爛晒啲 lift 啦，浸到人哋間屋都水浸啦，咁樣先去處理啊？定係有啲更加好嘅方法咧？係，因為都好慶幸嗰晚個租客係有翻到嚟嘅，但係我就諗啦，如果個租客係去咗旅行，而你又聯絡唔到個業主嘅，咁係咪有得啲水流足幾日幾夜？咁個法團都話可以唔關佢事，唔去理咧？係啦，呢樣我覺得值得大家去反思嘅。
因為如果真係咁冇保障，咁你每個月交嘅管理費，咁佢意思係乜嘢呢？真係有起事上嚟就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咁樣。業主當時最擔心咧，其實就係隻貓，因為如果佢唔小心掂到啲水咧，其實係會觸電嘅。咁慶幸最尾貓係冇事嘅。當時嘅業主咧，應該就喺呢個電掣度觸電啦。你睇到啲水痕啦，其實就已經流到喺下面㗎啦。咁啊，睇翻佢個電掣啦，好明顯有短路嘅現象啦，同埋都俾鹹水食過，都有啲生鏽嘅。係啦，同埋你睇下呢啲位啦，佢有啲接駁口咧已經全部發脹啦，已經開始。係。咁啊，到時都可能有機會令到結構都有啲影響，都有機會重做。到最嚴重嘅就應該係油漆啦，浸完之後開始有啲甩皮啦，呢啲位都係啦，好明顯係水浸過啦，係好明顯啦，肯定係有水先會變成咁。同埋最驚咧係因為啲鹹水咧有喺度漏過咧，啲電線都有機會要換。咁如果係石屎同鋼筋上面俾鹹水咁樣浸過啦，佢嘅影響係去到邊個位咧？多數如果俾鹹水浸過咧，嗰啲鋼筋會出現鏽蝕嘅，就會谷起嘅。咁啊，一時三刻可能都會睇唔到，但係咧有機會喺2至3年之後就會發翻出嚟咯。鋼筋會谷起啦，咁啲石屎會剝落啦。我哋要俗稱做翻呢個士玻璃嘅工程。咁可見你個單位同埋你實際已經係受到金錢上或精神上嘅損失啦。無論係上面嘅業主定係管理公司，你係希望佢哋會有啲咩行動補償俾你？個天花板裏邊啲電線都應該好大機會生晒鏽㗎啦。但因為鑑於咧，我養緊隻貓啦，咁貓其實都好怕嘈㗎。咁佢喺屋企嘅時候咧，其實都做唔到一啲裝修嘅工程咯。暫時就 plan 緊可能嚟緊會去旅行啦。貓貓就放喺貓貓酒店啦。咁到時就先進行一個詳細嘅檢查同埋維修咯。希望樓上個業主會負翻責任去負責翻我個維修費啦。而法團方面都希望佢哋日後有類似嘅情況都可以盡翻少少法團應有嘅責任啦。成件事嘅過程。Jason 都將佢用文字放喺下面留言區，大家可以睇翻件事情嘅發生。其實件事係關乎到，我覺得係每一個業主都有可能發生呢件事。唔希望你哋係下一個受害者。最尾幫業主簡單做個全屋檢查，初步估計損失都喺6位數以上。如果需要全屋嘅電線更換、油漆鏟底重做，甚至以後石屎提早剝落需要做嘅修復工序，其他雜項等等，損失慘重。想知後續如何，繼續訂閱留意我。